我叫唐磊，是江湖第一刺客。（括弧曾经因为卷入一场武林斗争，莫名其妙来到这里已有一段时日，一直没有找到用武之地。目前在帮八卦杂志做跑腿。（括弧狗仔）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我除掉了大名鼎鼎的魔教教主，我的威名一定能再次响彻整个江湖。我跟你讲过多少回了？我叫歹人武功高强，正面碰撞的话一定没有胜算。（括弧但我精通的是暗杀之术，只要我隐去气息，就算是1等1的高手，也无法察觉到我的存在。）你好，这位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滚！哦，好凶哦！到底哪个才是魔教教主啊？球包上只说是个凶神恶煞的男子。不要当着人的面说我坏话了，快去扔啊！一副领导的嘴脸，看来就是他了。第一，我不叫这个女人，我叫魏璎珞。第二，她不跟你同房，关我屁事。第三，请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。欧巴，有流星雨。不用。希望燕儿和段欧巴。只要他一入睡，就再也别想醒过来了。轻点啊！这混蛋居然耍了1晚上的剧！一口气看完2季也太爽了，该开店了。不知道教主起来没有？教主啊！教主起床了！教主！爆肝刷剧还继续上班，早点猝死吧你！（括弧不对，弄半天他不是教主啊，浪费时间。）这次不会错了。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这是我唐家的独门秘香，不仅无色无味、低碳环保，更重要的是有助睡眠。不一会儿，他必定犯困。天都亮了，这咖啡喝多了睡不着。为什么要大晚上的喝咖啡啊？魔教的作息都这么不健康的吗？不行，连熬2个晚上，真的有点顶不住了。前2次的失败都是因为情报不足的原因。（括弧先暗中观察，一定要找出破绽。）老板，你那瓜多少钱一斤？滚！什么玩意儿？小心开车。他怎么停下来了？难道我暴露了？腾啥走过来了？我的伪装无懈可击才对啊！老板娘让我去买西瓜，这不就有吗？你买东西的时候不要那么凶，亲切一点，笑一笑。哥们儿，你这瓜多少钱一斤啊？哪有人带着这么强的杀气来买瓜的？10之8九是在试探我。如果我现在开溜，一定9死1伤。我要淡定，我要淡定。2块钱一斤，难道买贵了？不可能啊！记住，不管别人跟你说多少钱，你都要记得还价。你就说，我操，你这瓜皮是金做的，还瓜粒是金做的？果然是买贵了，但是我光指甲都5块钱呢，难道我被瓜贩子给坑了？不对，我要冷静，千万不能被识破。你看现在哪有瓜？我这都大棚的瓜，你嫌贵我还嫌贵呢。这么说来，这应该算便宜了吧？给我挑一个。行。好险，看样子是真的把我当卖瓜的了。对了，这是我最新研制的江湖第1奇毒（括弧氰化钾散，无色无味，一招致命）。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你看这个行不行？但如果是别人给你挑的瓜，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哦，不要被骗。你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给你生瓜蛋子啊？哦，你这瓜保熟吗？难道刚才下毒被他看见了？不可能啊！他难道还在试探我？干脆搏一搏，以进为退。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吧？要不要？
你要熟的我肯定要啊。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？他要是不熟，我自己吃了。满意了吧？上瘾了！上瘾了！饶命！我就吃个卖瓜的，我第一天卖瓜，我也劝别人喝了，我自己吃，我还是去别处买吧。我自己吃。哎，卖瓜真难。难道真的是来卖瓜的？我操！ Take me back to the day I met you， 告诉我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你要。 点个追番，一键3连。什么？我们有同名广播剧了？是的，《奋斗吧龙顶天》广播剧7月12日正式上线，猫耳 FM 盲盒剧场不要错过。兄弟，扫描下方2维码，关注 B 站轻剧场，更多精彩内容与你共享。